今日就邀請咗石頭一齊傾下兩個話題啊，都非常之熱啊！一個係中國最熱嘅特集會，點解彭麗媛冇出席？另外一個就香港嘅黃夫院啊，哇，即係捉咗好多人喎。我哋講下最新嘅江長發被捉嘅，即係後邊有啲乜嘢真相啦。石頭你好，真之好，大家好。石頭啊，我哋先講下即係呢個特集會咯。咁我話即係熱鬧咗幾日噶啦，但有樣嘢咧就好多嘅主流傳媒未關注嘅，即係彭麗媛點解全程係缺席噶？從頭到尾都未見佢喎。哇，咁重要嘅活動啊！你見到習近平咁緊張，點解唔帶埋個老婆出嚟吓？咁要係主場喎。嗱，咁幾個傳聞啊，可以咁講啦。咁第一個我先講我自己睇嘅傳聞先啦。可能阿習總啦，呢個小氣啊，所以咧就唔俾佢老婆出嚟嚇。點解咧？就應該習總邀請嘅Trump 去訪華嘅時候咧，佢應該係阿 Trump 夫婦邀請咗㗎嚇。咁但係呢次阿 Trump 咧就係自己去咗，咁咧就呢個第一夫人冇去到嚇，咁令到咗阿習總咧非常之冇面啦，係咪？咁啊只係請咗一個人嚟。咁啊，所以咧，乾脆就連佢老婆都唔俾出嚟啦。咁所以彭麗媛咧就唔俾出嚟。咁可能係小氣嘅原因啊，會唔會？對等係嘛？你唔帶老婆，我都唔帶老婆。冇錯啦。咁啊，呢個小氣嘅原因啊，咁呢個其中係一個啦。咁當然呢一輪咧，呢個彭麗媛嘅現身或者係佢嘅呢個神隱咧，其實都係大家都係關注緊啦。咁網絡上面亦都有好多嘅留言啊，咁啊講緊話佢公開露面咧，而家似乎咧就係喺政治方面走少啲，而家就係走呢一個譬如呢啲咁嘅文教工作啊，咁上下啦。但係亦都有傳聞講話，而家因為中共高層嘅呢個咁嘅權鬥啦，同埋呢個軍隊嘅清洗咧，亦都令到咗可能呢個彭麗媛同軍隊有，因為佢本身係軍人嚟噶嘛，咁佢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咧，有可能佢喺軍隊方面亦都發揮一定嘅作用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呢啲傳聞其實喺而家睇嚟嘅話咧，都係喺不斷嘅發酵咯。所以你啱先講緊話呢一個焦點咧，都幾多人去講嘅咁樣嚇。咁而家其實咧，亦都有可能，因為其實喺2017年即係阿 Trump 第一次訪華嘅時候咧，其實係佢彭麗媛夫婦係全程陪同啦。咁當然彭麗媛亦都當時陪同呢個梅娜尼亞第一夫人啦，就全程包括咗睇戲啊，呢個去欣賞啊，各方面嘅都係有做到啦。咁所以呢一次冇出現嘅話咧，咁就覺得好奇怪啦。咁所以有啲人就問呢個問題，咁其實都問得幾好嘅。係，咁你知即係阿彭麗媛咧，5月12號先露面噶嘛，所以咧所謂嘅健康之樹咧，我覺得就唔信啦吓。因為5月12號，咁你跟住隔2日就已經Trump嚟咗啦，咁佢冇理由唔知啦，係嘛？即係佢5月12號就係公開見到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總幹事喎。咁你話即係會對等禮儀咧？咁我覺得有啲奇怪嘅喎，因為咧，其實第一夫人，咁你其他即係韓國嗰度啊，或者其他人嚟訪華嗰時，咁佢會出席，佢主場嚟嘅喎。咁你帶住佢遊花園嗰時，拖住一個靚靚老婆，國母幾有風範啦。即係你知啊，習總今次就係要面子啊嘛，點解唔攞個老婆出嚟即係要面子咧？